大家好，所以台语一定会受到华语的影响。咱讲台语的时阵呢，到底有啥物词是受到华语的影响所致？咱咧讲台语的时阵啊，已经毋是本的法。我大概整理一下，就是啥物叫做华语法？华语法，大概有分做两种，一种就是字词的取代，这取代就是讲，原本台语有原底台语家己的讲法，毋过因为咱伤接讲华语啊，所以咱咧讲的时阵呢，会较用台华共同词，就是讲这个词伫台语内底有，伫华语内底嘛有，两种语拢有，会较用这个词取代原本敢若伫台语内底有讲的这个词。另外一种就是这个词原本敢若伫华语内底有，毋过咱就变做是用台语去读华语的汉字。毋过虽然讲汉字共款，伊原本反正是无共意思。伫华语内底汉字甲台语内底汉字共款汉字代表无共款意思，伊的意义无共款，但是就变做用华语的意思取代原本台语内底讲法，这就叫做字词取代。有啥物例呢？像这下骹讲的，这就是敢若其中的一寡尔。像讲如果当然这就是台语甲华语内底拢有的词，毋过台语内底嘛有家己的讲法，像讲若准，也是讲准讲，准讲是安尼，如果是安尼，这意思共款。毋过就是你若是敢若会晓讲如果，这就是变做你原本台语内底有足侪讲法，你就敢若会晓一种尔。像讲不止台语、华语内底拢有，毋过台语你嘛会当讲毋若安怎？首先，这当然是台语、华语内底拢有，毋过你台语若是要讲搁较水气、搁较正港的台语，你会当讲头起，也是讲头起声。搁来就是随时，其实随时啊，原本伫虽然讲华语内底意思，这随时就是讲，其实台语爱讲不关系。那毋过因为伤接讲华语啊，所以真侪人就甲华语内底这随时的意思啊，摕转来台语内底。其实原本台语随时是啥物意思？应该就是讲马上即马就爱安怎这意思，毋是不关系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一种取代。只要安怎？其实台语你会当讲变若安怎，见若安怎。搁来一个就是反正。反正吼，虽然你即摆安尼讲，大家嘛拢听有，因为大家拢会晓华语啊。华语的反正，伫台语原底应该爱讲怀得，嘛会腔口会讲怀得。反正其实台语原本是无安尼讲的，毋过因为华语伤侪人安尼讲啊，所以你即摆讲反正，大家嘛是听有啦。毋过你若是要讲更较正港，应该爱讲怀得。搁最后，你会当讲买手，嘛会当讲落尾。为虾米当然嘛是台语嘛是华语，你嘛会当讲是安怎？搁来，讲小朋友，其实小朋友原本是华语的词啦。所以你即摆安尼讲，大家嘛听有。毋过台语原底应该讲啥？应该讲囡仔是讲囡仔兄、囡仔姊。最近嘛当讲近来造成，会用讲地数。以往会当讲用过。遮较注意的是以往的往，用过的用，虽然伊汉字是共款，毋过伊读音是无共的。搁大家咧读。甲囡仔咧读绘本的时阵啊，我相信真侪人拄着即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伫华语内底啊，咧讲一个人的人名，讲较亲切的会讲啥物小英、小明。咱咧想讲，这伫台语内底安怎讲？你敢是就直接甲伊翻做小英、小明，安尼怪怪啊。其实台语内底应该你爱讲阿英、阿明，较无讲啥物小英、小明，所以你若是要讲即种名的时阵，你就当甲伊翻做阿英、阿明，还是讲英、阿明啊？安尼嘛是会使。好，成为会当讲诚做是安怎？keep in 会当讲互啥人袂去，也是写着。
做工课工作，会当讲啥物石头，啥物工课。因此会当讲就安尼，也是讲转其实就是就安尼的连音，变做第9条啊，转。担心，用讲操烦、烦恼、挂心、挂掉。马路其实马路原本就是华语词，马行的路叫做马路，虽然即马是车咧行的路。有人讲啦，因为正常台湾无经过迄个马行的时代啦，所以咱就是直接讲车路。其实讲车路是较正讲。以前可能敢若有迄牛车咧行啦，无马车咧行。讲火车头即马大概是听有，你是咧讲火车上头前的迄节叫做大概叫火车头，毋过其实原本应该叫做火车母，后壁是火车囝，就是头前是母囝，后壁是囝。车头原本是啥呢？车头原本应该是讲车站的意思。好，讲到迄种动物龟。虽然华语你若是照字是讲乌龟，还是讲象，你照即个2个字会读做大象，但是伫台语内底原本无应该安尼讲，就敢若讲高一字就是龟还是象，无咧讲乌龟还是大象。其实讲乌龟即2个字你若是读做无共款音，毋是讲乌龟，伊有另外一个读法，要念做乌龟。乌龟大家给当查字典查看卖这是啥物意思，这就是较无好的意思。所以千万莫讲乌龟，爱讲龟，爱讲大象，爱讲象。其实有一个共款就是虎，较无人咧讲老虎，就是讲虎。过来就是一寡大家真常听到，毋过即种语法其实是华语的语法，毋是原本台语的，像讲台语无白。虽然像我即马伫婚礼嘛，我是真常听到人咧讲安尼，像讲是安尼吧，表示一个无确定的意思。毋过即款讲法原本就毋是台语的讲法，无人咧讲是安尼吧，这就是受到华语的影响。要安怎讲会较水气，就是讲可能是安尼，无的确是安尼，反说是安尼，检采是安尼，无定就是安尼。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，但是千万莫讲是安尼吧。另外一个台语无嘛，台语无爸，台语无嘛，台语无爸妈，台语无爸无母，台语无嘛。是安尼吗？毋是安尼哦，袂当安尼讲。爱讲敢是安尼，还是讲是安尼毋是安尼无，还是讲是安尼是安尼呢？这表示一种。无确定阁有一个咧问别人的意思，就是莫讲嘛，莫讲爸。好，过来，这嘛真常听到讲，请你帮我摕物件。虽然你安尼讲，人嘛是听有，但是这帮是啥物呢？这个帮其实就是斗相共的意思，甲我帮忙的意思。帮忙台语是有即个词，毋过请你帮我摕物件，其实即个帮就是受到华语的影响，会讲帮即个字。原本应该安怎讲较好呢？应该讲，请你甲我摕物件，还是讲请你甲我斗摕物件？卖当讲，请你甲我斗相共摕物件，请你替我摕物件，安尼拢会使。过来就是下话，其实下话这是加话啦，加出来的，无需要讲即个字。有人会讲，伊有来下话爱摕物件互伊，这就是华语的话变做下话。即个其实无啥意思嘛，无需要讲即2个字。你会当讲，你会当直接莫讲即2个字，伊若有来。其实就是若是，还是若准，还是讲若一个字嘛是会使。伊若有来爱摕物件互伊，伊若是有来爱摕物件互伊，伊若准有来爱摕物件互伊，那拢会使。好，搁一个就是大甲小的后壁爱有量词，这是一般的原则啦，嘛有例外。像讲你若直接讲
大狮，你要表达这只狮就大只的，大狮食这只鸟鼠就细只，你讲大狮食细鸟鼠，安尼唔对，你爱讲大只狮食细只鸟鼠，后壁爱有一个量词。个有即爱讲一个，像讲有诶情形，你表达讲时间足短，也是讲一日就过啊，就是讲伊一看就知影。其实若是讲搁较正讲诶台语，你应该讲伊一个看就知影，还是讲伊随看就知影，伊随看随知，安尼拢会使。另外一类叫做字音的取代。就是台语啊，家己有一寡特殊的发音，就变无去啊。像讲有的音啊，就是台语甲华语的音做外，所以讲华语讲惯势，啊，你搁讲转来台语的时阵，就会受到华语的影响，就甲台语有一寡音放进去啊。像讲传统原本台语。原本因为华语内底是传，所以大家咧念传的时阵，就会渐渐变做念做传啊。这个字传，唔那是传统。啊，搁像讲我用手机啊传物件互伊，请你甲这传互啥人，真侪人拢会念做传。好，啊总统，其实真正听到人讲总统，因为伫华语内底是科的音。啊，其实应该是总统，毋是总控。三星也是讲虎山科生产，这个其实是产，毋是产。啊，公寓是公寓，毋是公务，是公寓。兰树也是倒树，其实这是树，毋是物。苹果毋是苹果，因为伫华语内底是第一声，就甲台语第一条。差不多共款，啊，所以有人就念做苹果，其实毋是是苹果。啊，过来就是院长，这是变调，第7调爱变做第3调，所以院长毋是院长。啊，健保毋是健保，这是变调的问题。过来就是消失的落音，台语内底有真特殊的落音，像讲甲无，这两个音啊拢足接。放进去啊，因为华语内底完全无落音，像讲你真牛，你若无即个落音，就变做你真高啊，变做高啊。啊，我会晓我啊，有人袂晓发即个我，就讲做我会晓，毋是是我会晓。糯米毋是糯米，毋是食面，是食糯米。牛肉伊是肉，毋是肉。啊，牛嘛毋是牛肉。这是甲无的音，爱有伫咧。啊，过来就是囡仔，囡嘛有一个的音，囡仔。家己毋是家己哦，我嘛真正听到人讲家己，毋是是家己，这个落音爱伫咧。米芳的米有一个无的音，毋是米哦，是米。台语的语嘛是落音。有一个的音，毋是台语，是台语。好，啊，过来就是消失的即个的音，因为伫华语内底啊，伫一个字的字尾无即种关喙的音，所以有人即个的音会变做的音，就是声音喙爱关，毋是声音，是声音。人心即个心，毋是心，毋是身躯的心。淡淡的淡，迄喙嘛爱关是暗，闪光的闪，毋是闪。点心两个字喙拢爱关点心，毋是点心。忝头忝就忝的，迄喙爱关。淡散两个拢是关喙的音，淡散。金甘金甲甘两个喙拢爱关，啊，即个爱特别注意。好，过来就是消失的入声啦。尤其是即个 PTK 的尾，啊，有人即个音啊，若是无发觉足清楚的，变做有的是哪像 H 的入声，有的就是连入声拢无去啊。
像讲杂嘴爱关，你嘴无关就变做杂，这就怪怪。啊日子，伊是日，啊你若是无讲到这个 T 的音，变做日子，这就是怪怪。落擦，这两个拢是入声落擦，发烧这发。啊，速度你若是无讲到这个 K 的音速，就变做速度啊，这就唔对。独立嘛是两个拢入声独甲立。啊，杂甲杂两个拢入声。啊，插喙甲插喙是无共款的意思哦。虽然这汉字拢写做共款，啊插这个字啊嘛是有两个音。这个汉字伊会当发做插，嘛会当发做插。那毋过你讲插喙的时阵是讲，我咧讲话你莫来插喙。但是你若是讲插喙，就是你爱用一支签仔是安怎甲伊的喙插落去，这是插喙。这共汉字啊，毋过你读音无共款的时阵，意思就会无共哦。所以你爱若是发做这个 up 的尾插喙，就是你莫讲话的意思，你莫插喙。啊，你插喙就是你用啥物物件甲伊的喙插落去，这种严重的。好，啊，搁一个啊，其实即句话是伫网络顶啊流传足久，过一阵仔的互人讲一摆的汉古话，就是为虾米爱讲即句话，就是讲台语毋是华语的一部分，甲台湾毋是中国一部分共款。台语是独立的语言，你咧思考即个语言的时阵啊，莫家想做甲华语共款，伊根本就是无共款，有较像的所在，毋过伊就是独立的语言。所以有人就讲啊，即个词、即句话用台语要安怎念出来？像讲华语即句话讲，下午下班坐车到下营下车在树下下棋比高下好，然后就这种讲即种这下即个字。啊，有人就讲伫台语内底念即个字啊，有7个音，就是我有用底线画起来的这7个音。哦，这就讲千万莫相信即个汉古代，这是毋捌字的人才会讲的话，无学过台语要安怎写、要安怎发音的人才安尼讲的话。为虾米？因为你若是真正用台语的字写出来，你若是写台语的汉字好，下晡下班坐车到下营落车，伫树仔骹行棋比悬低，到底有几个下即个字？其实敢若3个，就是下晡下班下营，安尼有几个无共款的发音，就是敢若3个尔。其他落车是落，树骹是骹，行棋是行，悬低是低，根本就汉字无共款，所以会讲迄句话的人，就是伊无学过，伊毋知影伫华语的内底的汉字，你转写做台语，其实这过程就叫做翻译，翻译做无共款的语言，翻做无共款的语言，伊的汉字敢会写做共款？无一定啊。我若是甲这华语翻做日语，翻做日语内底嘛用到共款的汉字，毋过有当时啊共款，有当时啊无共款啊。你敢会讲即句话用日语念出来，即个下即个字会有7个无共款的发音？你袂，那是安怎？你就会讲啊，用台语你念的时阵有7个无共款的发音，所以即句话就毋对。共款我若是甲伊翻译做英语，下晡就是 afternoon， 下班就是 off work， 啊下营就是其实这是地名啦，啊落车就是 off the bus。啊，树骹就是 under the tree， 啊，行棋是 play， 啊，悬低就是 win 还是 lose， 安尼你敢会当讲啊？即个字伫英语内底有7个发音，你若是有人甲你安尼讲，你一定会笑出来，讲你哪会安尼讲？啊，其实这是共款的道理，共款的理路，甲华语翻译做台语。伊就是无共款的语言啊，所以你袂当讲这用台语念出来有7个无共款的发音，因为你是爱经过一个翻译的过程，安尼才对。好，啊，多谢大家。这部分是讲到较底啊，这嘛是咱时常啊听到人咧讲台语的时阵啊，咱会当想一个，敢有发生顶悬讲的即寡代志？若是有。
讲实在，我嘛无一定讲逐句话，拢无犯顶悬讲的错误，啊，毋过我会甲家己提醒一下，若是有讲出来，无细字讲出来的，尽量甲伊改过来，安尼咱才会当甲较水开的台语扣转来。啊，大家敢有啥物问题？若是无，咱今仔日就讲到遮，多谢大家。